根据民政局统计，目前林德后壁里11000多人是全市人口上济里。不过，议员区兆成表示，安南区东河里以社会主体兴建甲大型建案的推杀，如果2年后将超过15000人，东河里将取代成为全市人口数上济。所以，总集村当中为该里活动中心甲所属的公设民营托婴中心请命，希望预算到位，9月一定要顺利招标。今摆因上大的问题就是9月份一定要招标。像你看安尼有问题无？伊即摆即个进度吼，我有迄甲拜托迄个区公所赶紧咧进行，啊，就将迄个。针对着迄个基础说明的部分，已经有大有一个共识啊嘛，啊尽量看差不多6月部分啦吼，会当甲即个图书的部分吼，啊送到迄个都市计划落去审议作业，啊这部分啊到6月通过到9月以前，可能进度应该是无问题。是，这部分我会拜托区公所迄边较尽量，爱注意这时效问题啦嘿。另外，议员积极争取需要去活动中心的，也有伫上六早中华区的大安里。不过，因为地方对兴建特色公园号名草湖寮有意见，所以希望地政局甲地方沟通，重新号名。这个公园当初是有跟地方沟通过，所以设计成一个特色公园，就如同这个照片一样哈。那之前也有会勘过，他们有去会勘过那个活动中心的地点。那现在就是这个命名的这个问题，我们会再重新再召集地方的意见，好，再来看一下。因为这是属于以后这个公园以后是要互大安里来管理的嘛，哦，所以讲用这个草湖寮公园。哦，因遐有吉安嘛，什么安嘛，哦，有3个公园嘛，包括这个4个公园嘛。议员昨天有建议祥安嘛，祥安。迄唔是我建议的，迄是因里长建议的。议员区兆成总集村争取安南区大大细细建设，也包括安和里5段超过50吨的水沟卡优待未通，甚至拢邦落去，要求市府重新起造。台南新闻，军职林英庚采访报道。